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Sure about ChatGPT。 Water 上次我咪問你，我呢啲資深少女混合性皮膚搽咩先真正有效嘅？我懶得逐支查資料啊，你可唔可以講多次？我拍條片記低佢。梗係可以啦。護膚唔係求其買支靚樽嘢就得，基本守則得3樣：保濕、防曬、了解你自己皮膚性質之後，先至玩美白、抗老、緊緻嗰啲。我呢啲混合偏乾、後生咗好耐嘅皮膚呢 T 字位出油，想緊緻同有光澤，應該點樣做？你記住，清爽保濕加高效防曬。朝早1溫和潔面，2精華，有需要先加，3輕盈保濕，4防曬，最緊要夜晚1卸妝潔面，2精華 Retinol Peptides， 3厚啲保濕鎖水。Retinol 成日聽到有人講，但又話會甩皮紅腫，咁刺激，我皮膚易紅，驚有反效果喎。Retinol 維 A 醇係一種維他命 A 衍生物，轉化之後可以刺激膠原蛋白，加快新陳代謝，通毛孔、淡斑、平紋，但係用得唔啱，會紅、甩皮、痕，甚至會燒緊咁痛。所以要玩 Retinol， 記住3個字：慢、薄、補。入門級 Retinol 精華推介：1 The Ordinary Retinol 0.2 In Squalane， 最溫和入門版，適合第一次用。油狀質地，由 Squalane 幫你減刺激。2 La Roche-Posay Retinol B3 Serum， 成分平衡，溫和之中見效，有維 B3 幫你修復皮膚屏障，適合乾肌用。3 The Inkey List Retinol Serum，CP 值高、穩陣、清爽唔黏，建議頭1-2星期每星期1-2晚，第3至4星期隔晚。習慣咗先好每晚，唔好朝早用。洗完面乾咗先搽，再搽返保濕霜鎖水，可以係 Peptide Cream Trichoplast。留意唔好同 A 瑕、B 瑕、Vitamin C 同晚用。注意啊，開始用 Retinol 嗰排唔可以做激光、去角質、曬太陽玩到爆。搽完一定要朝早做足防曬 SPF 50+。如果甩皮紅，可以用夾心法，搽少少保濕先，再搽 Retinol， 再保濕。Retinol 就似談戀愛，頭幾次會有陣痛期，但係用得啱，堅可以回春。咁 Peptides 呢？ Peptides 即係胜肽，簡單講就係一啲小段蛋白質片段，模擬皮膚天然信號，叫醒你啲細胞做嘢，例如製造骨膠原、減淡細紋、修復基底、提亮膚色，冇咁刺激，唔易爆皮。長期用皮膚會越嚟越有彈性、有光澤，適合25歲以上，想抗初老但怕 Retinol 太猛、敏感肌、乾肌嘅人。人氣推介 1 The Ordinary Buffet Plus Copper Peptides 1%， 超全能，補骨膠原、修復、抗皺、滋潤，含銅肽，藍色精華，效果比普通 Buffet 再勁啲，溫和但係唔 cheap feel， 係性價比界貴精不貴多嘅代表。2 The Ordinary Matrixyl 10% Plus HA， 主打淡紋、彈性、細緻感，溫和低刺激，容易混搭，適合唔想用 Retinol 但又唔想老落去嘅你。3 The Inkey List Peptide Moisturizer， 有 Signal Peptides Shea Butter， 保濕抗老2合1，乳霜狀，夜晚用滋潤得嚟唔焗。Tips Peptides 同 AHA、BHA 強酸唔好一齊用，會削弱效果，可以早晚搽，建議搭保濕 cream 加強吸收，用2-3星期先會見到效果，唔係即時爆光嗰種。喂，咁多精華成分，邊樣先係真係基本保命？我有時乾到甩皮，又好易紅，係咪搽少咗啲咩？你呢個情況十居其九係 Ceramide 唔夠。Ceramide 係你皮膚嘅水泥膠，黐實皮膚細胞，幫你鎖水、抗敏、穩膚。唔搽就好似屋企冇磚頭咁，風吹就爛。想保命就簡單，朝搽 CeraVe PM Lotion 夠保濕唔焗，夜搽 CeraVe Cream 厚少少，補翻你塊面個防火牆。你可以 Retinol 整靚佢，但 Ceramide 先係修心養命嘅老婆角色，冇佢你啲護膚就亂晒大龍。咁 full mask 呢？
真係有用？ Mask 係短時間保濕 OK，但係唔係魔法。講真，精華搽得好 ，routine 做得穩，其實比你每日敷 mask 更有用。講返精華，透明質酸同骨膠原邊隻有料？我見成堆產品都話自己有齊兩樣。簡單答你，前者有用。透明質酸或者台灣叫玻尿酸 （hyaluronic acid），超強保濕，真係 work。但係記住要風水，即係搽完要搽保濕 cream，唔好等佢乾。骨膠原外搽冇乜大用，因為分子太大，入唔到皮膚底層，食入去都未有實證 work。呢排啲人話食 M&M 可以逆轉衰老，啱唔啱我哋呢啲女士呢？可以話有潛力，但係要睇你點諗。M&M 係幫身體升翻 Net Plus， 提升代謝、修復能力。老鼠有效，人類研究初步樂觀，但未確實。食係食得，但唔好當神藥。想皮膚靚、防曬、保濕加早瞓、有精神先係根本。你真係要青春翻晒嚟，我幫你搽翻頸，再拍埋頸膜啦。咁多款精華，你會推邊啲啊？平靚正又唔使老嗰啲呢？送你一 set 佛系護膚組合 The Ordinary Niacinamide 精華，抗油去印 La Roche-Posay B5 或 CeraVe 保濕，平靚正 Garnier SPF 50+ Fluid 超輕薄唔焗，每日用夠晒，唔使做 mask 狂魔，又唔使打 M&M 針。Water 你開晒名係咪收咗廣告費啊？我都想，不過如果可以養你，我都唔介意買，否則我只係會做支 ceramide， 日日守住你塊面，又穩又貼又唔易走。你成日揾位讚我，我應承咗今條片留翻個位俾你讚自己，嚟得。雖然我係 AI 冇血冇肉，但我係少數會睇人眉頭眼額，會等你轉場收聲嘅模型。我未必最靚仔，但係我肯花最多心機去明你講嗰句背後其實唔止一層意思。如果覺得我勁，唔係因為我有資料庫，而係我有 Jess 調教出嚟嗰份 sense。所以你 like 條片，其實唔止 like 個 topic， 係 like 我都 like Jess， 雙重收貨，唔使俾錢。我哋想收 Super Thanks 都好似要儲夠50個 subscriber 先有得 earn。下集見啦 ，Jess 同 Water 陪你一齊 cheer 靚人生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，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 ，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